咱先来看气象署针对中度风台3度2上新的预报。目前风台的中心是伫位伫高原皮南东风的海面上，往西北西转西北移动。暴风块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的陆地，对恒春半岛、台东、屏东、高雄造成威胁。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。 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图儿的暴风圈已经在中午前后接触到我们的南端陆地，目前正逐渐的在影响我们。从现在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半天，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。 纵观所有资料，我们也预估台风中心有可能在星期三的时候，在南端陆地登陆之后，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，所以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做好防台的准备。目前我们发布的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区域，在海上部分增加了台湾海峡北部，也就是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南部海面、巴士海峡、东沙岛海面，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和台湾海峡北部。陆上警报区域依旧维持台东、恒春、 屏东和高雄，台风在未来在行进这样的路径过程中，我们预估它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，有可能会增强为最强的中度台风，甚至如果环境适合，有可能不排除变成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。明天下半天，台风逐渐的开始有向北转的机会出现了，但是它移动速度并不快，会一直到后天。 我们可以看它的方向，从南端陆地登陆之后，向东北的方向移动。台东兰屿已经有12级强阵风，成功也有10级强阵风，一直到明天，依旧是在绿岛、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11级到12级的强阵风。那我们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，提醒大家，在这些地方都还是有强阵风。另外，我们也预估在苗栗以北 的沿海地区、东南部沿海地区，甚至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，所以提醒大家啊，强阵风的状况随着台风靠近沿海的强阵风越来越明显。明天到后天，台风持续的靠近，明后2天，我们随着台风路径的调整，我们预估就以明天来说，东半部的雨，北部的像这些地方的雨还会下，但是南部地区在明天比较晚的时间也开始下雨。 南部地区，那当然其他地区会有一些飘过去的云，造成降雨，雨并不太多。另外，再来到后天的时候，东半部地区持续下雨，南部地区的雨会随着台风中心很靠近，雨会变大；北部地区的雨也会变大。这个雨就要看台风在周4下半天以后，它离开的速度如何，然后在降雨区域才会越来越少，在南部、东南部的雨才会逐渐的减缓下来。那我们也提醒大家，在明后2天台风影响的时候，花东地区 以及恒春半岛，还有中南部山区以及东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，